议员陈义珍上午伫咧议会质询时，首先秀出流浪狗身上派着一支长长的铁管，类似妨害流浪狗行动的矫正器，质疑该措施是毋是适当。对此，农业局动保处来回应，该铁管的阻碍器主要是要防止流浪狗随便来虐人甲虐车，对着狗仔日常生活并无影响。不过，议员质疑狗仔会虐人甲虐车，原因有可能是出自民众的乌白饲养，应该教导民众正确的观念。很多人不知道说有被挂这个铁管的狗狗，可能是因为它有这个追车的状况，所以给它一点矫正或是什么哈。但是乍看之下还是会觉得觉得对狗狗有点心疼，然后还是多了一个会影响它正常活动的东西哈。那但是我想。狗狗的追车这件事情，有时候的根本源头，其实有时候跟喂养很有关系。其实是喂养，因为有人喂它，所以他后来会觉得喂它的人是友善的，那没有喂它的人好像就是会对它好像会想要去攻击哦。那其实源头是出在喂养这个问题哦。那当然我们为了解决追车，所以我们去给它加挂这个哈，但是根本的问题我们有办法解决吗？给你报告，其实，在喂养这个区块哈，我们也一直在跟我们的爱心人士他们这边来做沟通了哈。那其实我们也有开办的这种我们所谓就是干净喂养的一个讲习，把我们台南市的这些爱爸爱妈召集过来。好，那一方面告知他们相关的法令，好，然后我们有请环保局、卫生局跟相关的来担任讲师，来跟他们讲，你们这样如果喂养然后造成环境脏乱是会被处分的。那另外也会造成犬只聚集啊，那犬只聚集它有地域性，对，它会有地域性。那民众人车过去，它会追咬人家。除了流浪狗的问题，另外有议员吕维英为台南的鹅笼来请命，因为农业局渔港所有意调整鹅笼废弃的鹅坪处理费，由原先的一坪400块要调整为500块，和原先受到疫情影响生活的鹅笼更加来困苦，因此建议农业局卖来调整。市场歹做，伊的成本增加。今年佮疫情的关系，大环境嘛无好嘛，菜市仔嘛无好啊，市场买去嘛无好，相对的这个食品呢，嘛拢无好嘛。那敢会是这个情形之下局长你讲咱卖去啊？甲议员报，其实议员咧讲这，我拢注意着，因为包括原物料去的各方面其实。我会甲渔港所这边来讲这咱爱心中落考量，因为鱼民是咱足关心的一块的区域咱应该是要做好照顾咱河边的工课除了减轻鹅笼的负担，另外议员嘛建议应该建立台南鹅仔的品牌，卖互外来的鹅仔鱼目混珠。对此，农业局长嘛回应，会甲渔会来建立产销履历的制度。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